深水埗區議員啊胡思韻咧嘅辦事處嘅歌班第一次同大家見面，咁啊得到大家嘅光臨，非常感謝大家。咁咧今日咧就係雙親節嘅期間，我哋呢個 show 咧就係重親恩，咁啊我哋今日啲歌曲咧都希望你哋中意啦。咁呢個時間咧，我就要多謝阿 L 先，咁咧幫我哋拉布啊，因為咧我哋今日咧就係大合唱咧第一次，即係第一次同大家見面，同埋好多同學仔咧都係第一次嚟到學唱歌啦，第一次出堂，咁咧我哋需要多少少時間咁樣。Eric 啊，我哋今日咧係重親恩嘅。咁咧，我哋呢個節目咧係要用呢啲咁嘅掌聲，好嘛？歡呼聲，咁啊去歌頌我哋嘅父母，好嘛？咁啊希望咧，今日咧係呢個係一個 party 嚟嘅。咁在場每一位咧，一場咧，你哋都發出你嘅聲音喎，你嘅聲音嘅力量好強啊嘛！有你哋嘅支持，有你哋嘅掌聲，好嘛？有你哋嘅歡呼聲，我哋就會呢個節目更加精彩，好嘛？係啊，因為咧，其實睇到佢哋嘅表演咧，就諗起 N 年之前啊，可能係石器時代咧，小弟第一次踏足台板嘅時候，咁咧希望佢哋各位咧就表演係順順利利，大家亦都好中意佢哋，好唔好？咁啊，嗱，我哋呢一班歌班咧，我哋呢間辦事處歌班咧，好多同學咧都係街坊嚟嘅。根本啊，基本係街坊朋友，咁咧，我哋而家呢度在座咧，亦都係啲街坊朋友，咁啊，我哋真係成日都會見面嘅，咁啊，俾多啲支持同埋鼓勵嘅嗬，好多謝你哋嚇。多謝晒。
再次俾一啲熱烈嘅掌聲咁多位啦！等，上翻嚟，我哋應該影翻幅靚相。係啦。差唔多㗎啦，每一個第一次咧都係咁上下嘅。我以前都係一嚿番薯咁樣嘅啫。係咪？我哋嘅攝影大師要攞多啲靚相啊！嗱，我哋美孚婦女會咧，同埋康星谷嘅工作都係實事求是啊，親力親為啊。阿張，係齊8張未？好啦，咁就靚啦，揸一張，好。好啦，嗱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大合照時間。咁我哋邀請美孚婦女會主席謝劍南主席，有請深水埗區議員胡思韻、深水埗西區委員黃嘉琪、亨式工會長温文娟、委員陳榮峰、孫秀珍老師。綠色天使陳培浩委員、胡和興委員上台一齊影翻張大合照，影翻張靚相先。喺前邊踎，係啦。我哋有好多靚女咧，一陣間會為我哋熱舞。好啦，我哋又踎下先。嗱 ，A B C D E。辛苦各位攝影師啊！哇，個個都係靚相機、靚手機啊！台上個個都係靚仔靚女啊！好啦 ，OK 晒，唔該晒。好，唔該晒。有請阿 Grace 同埋阿思韻咧就留步。哦，仲有嘉琪係。好，有請阿 Grace 即係為我哋咧支持先。各位午安嚇，食咗飯未啊？哇，未啊！一陣間叫阿吳端請食飯。各位咁多好多謝你哋話歌聲唱得好聽嚇，咁咧就今晚請食一晚冇問題。係咪今日其實好熱嘅，咁有一個咁嘅節目咧，對大家都好。點解咧？唔使出嚟30幾度嗰度嚇，喺度又有歌聽啦，又有舒服啦，係咪啊？其實咧今日咧就係父母親節啦，一齊做呢個節目啦。
咁我哋婦女會咧，即係好多時咧都係夾埋啊胡思韻啊咁成班即係搞多啲節目俾大家㗎。上次我哋嘅消防講就有問佢啊，冇人答我嘅，係可能唔同觀眾啊，係啦。咁呢次咧，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啲。其實父母恩咧就好緊要嘅，但係通常都係母親節就大過父親節嘅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做咩節目都係母親節行先嘅，跟住而家今日做埋父母親節。咁希望大家喺在座嘅父親啊、母親咧，有個好快樂嘅日子，有個好開心嘅時光。然後最緊要子女孝順你哋，等你哋過有個好嘅晚年啊！多謝大家。好，多謝晒阿基姐。今次請阿思韻幫我哋講幾句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深水埗區議員胡思韻阿詩，咁多位下午好啊！今日阿詩咧嚟到呢度好開心啊，睇見到咁多人同埋頭先嘅表演咧，好唔好聽啊？我都覺得好好聽，我都喺下邊忍唔住跟住唱。今日咧，我哋呢個活動咧，其實見到好多個主辦單位啦。我哋今日又多謝美孚婦女會啦。咁阿詩我都係美孚婦女會嘅副會長嚟嘅。另外我哋多謝綠色天使啦，咁主辦單位。另外咧，我哋仲有幾個協辦單位嘅。我同陳凱欣議員嘅聯合辦事處啦，中國海外愛心基金會啦，仁愛堂啦，心中有情啦，同埋當然唔少得多謝阿文娟姐俾掌聲佢啦即係組織得非常之好。咁晏晝咧其實我哋點解咧議員辦事處同埋地區咁多組織咧，成日都會一齊搞活動咧？因為我哋想咧融合咧咁多方咧嘅資源。咁我哋今次都有啲慈善機構啦，係咪啊？有仁愛堂又有參加，咁有兩個慈善機構喎，中國海外愛心基金會同埋心中有情。咁所以咧活動完咗稍後咧，我哋兩個慈善機構咧都有少少禮物咧送翻俾各位嘅。咁希望咧各位都中意啦。咁我哋都係送翻俾咧心中有情嘅會員嘅。咁樣，咁你哋知唔知心中有情係邊個創立嘅慈善機構咧？有冇聽過啊？高永文醫生有冇聽過啊？有聽過，就係高永文醫生咧創立嘅心中有情呢一個慈善機構嘅。咁今日高醫生事務繁忙冇嚟，咁我亦都代佢介紹下心中有情啦，係一個慈善組織。咁樣咧，有部分嘅市民其實已經係心中有情咧嘅會員嚟㗎啦。咁如果成為心中有情會員咧，咁可以加入我哋咧嗰個 WhatsApp 群組。我哋有時咧有啲嘅小禮物啊、活動啊，都會透過 WhatsApp 群組咧係通知翻各位嘅。所以有冇人唔係心中有情嘅會員啊？我想問下，可唔可以舉手啊？哇，好多喎！嗱，我哋今日咧因為時間好長啊，咁我哋都安排咗咧心中有情有需要嘅可以入會。好，我哋後面嘅同事望下個靚仔，揮揮手先。望後邊揮揮手，最後邊嗰個靚仔，呢個係另一個靚佬啊！呢個係靚佬，係啦，靚佬同靚仔，阿森哥同明峰咧就有心中有情嘅入會表格。如果你哋一路聽歌路過見到靚仔咧，係可以入會嘅嚇。咁之後就會收到我哋嘅信息咧，間唔時我哋都會有好多活動啦，同埋派下啲禮物咁樣。咁今日就唔阻大家時間啦，就交俾下一位咧嘅主持嘉賓啦，多謝你哋。好，每一次見到思韻咧，我都覺得好開心，覺得好開心咁嘅人真係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有請嘉琪同我哋講幾句，嘉琪好有親切感啊！大家好啊！咁多位哥哥姐姐，大家下午好，我係深水埗西分區嘅委員黃嘉琪啦。咁好多謝 Grace 姐同埋阿文娟，咁今日搞咗一個咁好嘅活動啊！頭先啦喺出邊咧都見到大家啦，都擔住遮過嚟，大家記得除咗我哋會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，美孚社區咧都好靠大家咧守望相助嘅。特別啦，可能喺呢啲唔同嘅天氣嘅情況啦，都可以關心下我哋鄰里嘅關係啦。特別是可能屋企有哥哥姐姐嘅話咧，咁就注意一下。另外啦，都希望嚟緊啦會多啲見到大家，亦都會同胡思韻議員辦事處啦、陳凱欣議員辦事處啦，繼續搞多啲活動俾大家參加，好唔好啊？咁我哋都會咧揾多啲社會唔同嘅資源一齊啦，咁就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多啲唔同嘅節日，亦都可以享受更加多嘅活動。大家一齊搞好美孚嘅社區，好唔好？好，多謝各位。好，唔該晒嘉琪，我哋美孚歡迎你嘅。
好啦，咁我哋有請台上面各位嘉賓咧到台下繼續欣賞我哋嘅影翻幅靚相先。好，唔該晒。邀請各位嘉賓到台。各位嘉賓大家好，各位街坊大家好啊！咁我就係綠色天使嘅委員代表。咁大家聽到咁嘅歌聲呢，就係阿文娟哼聲曲帶俾大家嘅。咁呢度係聽到大家好開心，今日嘅節目都好辦得非常之好。咁我哋綠色天使呢，喺未來6月14號呢，喺相同嘅地方喺呢度呢，我哋亦都有另外一個活動，不過就有唱歌有跳舞，主要呢就唔係嘅，我哋係一個有中醫藥嘅講座。咁就話可能有啲大家嘅長者健身嘅做法啊，有幾多醫生嚟有講座嘅。咁當日你需要報名嘅情況呢，你又可以揾阿文娟幫下手。咁佢到時咧會有啲入場券派俾大家㗎。好，多謝各位。好，多謝晒陳培浩。好，跟住邀請各位嘉賓到台下欣賞跟住落嚟嘅節目。跟住有一批朋友呢。我哋喺台下咧，同觀眾大影張大合照嚇，咁啊各位就咗先。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有請心田聲舞藝術坊為我哋跳一隻叫金梳銀梳嘅舞蹈，俾掌聲。呢個心田藝術社咧，佢哋準備緊啲好重要嘅嘢，我哋需要一啲更加熱烈嘅掌聲，催逼佢出嚟好唔好？掌聲！有請。
好，多謝晒心田聲舞藝術團，次次都見到呢班靚女真係好開心啊！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有請賴容先生為我哋唱一首《天邊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天邊咧就諗起而家升咗上太空啊嘛，太空人。唱到出面好多草，好似個草原咁啊！多謝晒。好，跟住落嚟我哋有請劉潔芳小姐同埋曾
慧英小姐唱一首《一人有一個夢想》。一人有一個夢想，送俾大家。希望大家中意。如告知某一些的戀愛結果會心傷，曾愉快，一絲可放。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覺，你不會欣賞，誰共你一般思想，不知哪裏風向，又傳來了花香。再次編織心中的幻想，一人有一個夢想，兩人熱愛漸迷惘，三人有三種愛找各自理想，一人變心會受傷，兩人願意沒惆悵，三人同苦戀愛不再問，事實與真相。流露你心中所想，不知哪裏方向，又傳來了花香，再次編織心中的幻想。一人有一個夢想，兩人熱愛漸迷惘，三人有三種愛找各自理想。心會受傷，兩人願意沒惆悵，三人痛苦戀愛不再問，事實與真相。兩人熱愛漸迷惘，三人有三種愛找各自理想，一人變心會受傷，兩人願意沒惆悵。三人痛苦戀愛不再問，知足與真。一人有一個夢想，兩人熱愛漸迷惘，三人有三種愛找各自理想。一人變心會受傷，兩人願意沒惆悵，三人痛苦戀愛不再問，事實與真相。多謝晒劉傑芳、曾慧英小姐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有請滕其明先生為我哋獻唱一首《漁舟晚唱》。多謝大家嚟捧場。
星山上香，海鷗拍翼遠揚，耳畔鐘聲響處。無奈我不知方向，人像晚鐘也安分，美景不可永眼向。船橫破海浪，終於也歸航。無論我多依戀你，早已了解情況，歸家遠路長，痴心卻在遠方。誰遇多風浪，多少也驚惶，無力再生痴心魔，心中得有光，湧出眼淚兩行。向萬景色碎，紅日向山邊降，前路也許紛紛暗，天邊總有月光，含淚看彼岸。來日也許可相見，相見似夢鄉，相思路更長，心曲向誰唱？來日也許可相見，相見似夢鄉，相思路更長。好，多謝晒陳生，好多 fans 啊，吹 BB 啊。好，跟住落嚟有請 Mandy 為我哋唱一首《故鄉的雨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常的睇景語，令我快慰，心裏無時亂熱，猶如令我置身春暉裏。從前係多
舊燕子，家鄉的細雨。媽媽的心，媽媽的臉，充滿慈祥的關注，入我眼裏，心裏無時結別，煩和鬧市看不到喜歡的語。難忘記我舊路騎虎伴，童謠萬唱一間歡喜。母親的笑深深記，望着這雙淚水。到故鄉兩路遠似燕子，家鄉飛去。媽媽的心，媽媽的臉，充滿慈祥的關注，入我眼裏，心裏滿是喜悅，煩和鬧市看不到喜歡的語。難忘記我舊路騎虎伴，童謠萬唱一間歡喜。母親的笑深深記，望着這雙淚水。連到故鄉兩路遠似燕子，家鄉飛去。好，多謝晒 Mandy。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有請劉麒麟小姐、陳淑芬小姐為我哋唱一首《我是痴情無限》。別離容易結就難，人生相見有幾番，為了分別時，讓你天天想我，今天我是痴情無限，相逢難聚愛更難，人生此事有幾番，讓我痴愛長存在你的心裏，今天我是痴情無限。
同埋阿淑芬啊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有個鏡紅啊，關鏡紅先生為我哋唱一首。大家好，為大家唱一隻《你的情深我若懂》，希望你哋喜歡。世間會得我心痛，長長嘅多牽掛愛意，從未怕命裏幾分狠作弄，讓那飛花落滿面容，放手任你加添。前路任他風雨開夢，曾話過願意，此生相與共，剩我今朝心碎難以自控。啊，衝一趟夢似空。轉眼只有無言隔匆匆，如何避雪中世事有變動，承諾化作願望一縷風。啊，衝一趟夢似空，失去跟你人情深深中，回頭地越南美麗往日夢，情自我此生都不願碰。哇！好似掌聲少啲喎，唉，咁就差唔多啦。好唔好聽啊？呢個放手任你加添我冰凍，前路任他風雨太朦朧，曾話過願意。此生相與共，剩我今朝心碎難以自控。啊，衝一趟夢似空，轉眼只有無言隔匆匆。如何避雪中世事有變動，承諾化作願望一縷風。啊，衝一趟夢似空，失去跟你柔情深深中，回頭地建立美麗往日夢，情自我此生都不願碰，情自我此生都不